天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开发。那目前呢，在地震局呢，我们大概有设置了4座的小的滞洪池大概它的滞洪量是1.18万吨的一个蓄洪量。那再加上它有配合了一个8.9 CMS 的抽水站体，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些站体可能还不足在应付我们在洗漱湾里地区的一些抽排水，所以呢，我们这边市府这边呢，大概自筹了大概4.55亿元的一个经费新建了一个30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我们大概可以有效的疏解这个洗漱湾里地区大概有115公顷它保护人口有800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排水防洪的一个设施。我想这工程完成之后，对于我们周遭地区的排水有大幅的一个改善。台南市南区洗漱湾里市地重划工程总面积大概有29.59公顷。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了重划后的住宅区跟观光特区以外，我们还取得了大量的公共设施用地。另外呢，这一区的重划基金我们会转出5.18亿，那补助水利局来做抽水站的工程。那最主要呢，就是要解决湾里附近呢地势比较低洼，以及重划区重划之后开发所产生的径流，那解决地方淹水的问题，那也为这个地方呢增添公共建设，包含了公园、开辟道路，还有停车场等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南区洗漱湾里地区因地势低洼，常受淹水困扰。近年来，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积极完成多项防洪工程。洗漱湾里市地重划厅20抽水站为洗漱湾里地区淹水改善工程的最后1里路。完工后，可进一步提升防洪能量，保障洗漱湾里地区市民居住品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很高兴来到这个湾里重划区的这个停20抽水站一方面有抽水站，一方面有滞洪池，一方面又有停车场，能够把这个空间充分的利用。那我想说，因为湾里洗漱地区常常比较容易淹水，地势也比较低洼，能够想办法有效治水能够让不要一雨成灾或一雨成淹的，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些抽水站的工程，或者是这个滞洪池的工程，都是这个用意。因此呢，我们很谢谢中央的补助跟我们台南市水利局大家将士用命，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减轻或减少，甚至完全不要让居民有淹水之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开湾路桥甲东门路桥将分别伫12月15号甲12月27号封闭拆除，正式进入历史。嘛提醒市民朋友爱先了解有倒一寡替代道路。根据交通部铁道局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整体进度已经超过72%，其中配合工程需要，预计12月15开完路桥就将封闭拆除，工期大约3个月。明年北门路段就将恢复平面通行，嘛将是地下化一个初步成果。首先，第一个部分的话是会影响到那个铁轨通行的一个部分的话，它会在桥面中间先做一个拆除。那因为台南市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因为施工过程中铁路还在运行，所以说它只能透过夜间的一个部分去进行施作。所以桥梁端先拆除之后，接下来会进行北门端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拆除。那北门端拆除之后的话，它会把北门路恢复，让车辆来做一个道路的一个通行。那接下来会是做开元路侧的那一端的一个工程的一个部分。那完工之后的话，地方的一个进出也没有问题那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的部分的话，民众需要改道从前锋路或者是小东地下道来做一个道路的一个通行。那沿路的部分的话，都会有一些指引的一个标志，也会有义交人员来协助做一个指挥。另外，大约1974年兴建的东门路桥已经陪伴台南人将近半世纪，也是大家生活记忆。不过，地下机车道12月27嘛要封闭拆除，成为新车站的范围，正式宣告进入历史。
那这边的话会先中断8个月。那8个月的部分的话，汽车跟机车都无法行经东门路桥。那8个月之后的话，那个东门路桥的话，它会恢复通行。那路桥上的部分的话，汽车跟机车都可以行驶。但是就是说，原本的一个桥梁下方的一个机车的一个引道的部分的话，因为铁道施工，所以会永久做一个封闭哦。那未来这个车道的部分的话，完工之后，在东门路桥都是可以引进东门路桥的一个上方来做一个通行。高雄局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兴建，陆续路桥拆除，一定会造成大家交通无方便，嘛希望市民体谅，政府一定会规划好替代道路等配套。将交通的冲击降到上低。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永华里因为老年人口较济，所以里长郑淑燕拢会想办法来满足市大人的需求。这回就结合南永上工，动员30几位学生，除了陪阿公阿嬷佚佗甲运动以外，学生嘛向阿嬷学煮古早味的料理。台南市永华里因为开发了早，历来65岁以上长辈到800外位，高龄的比例相对较悬，所以里长郑淑燕伫服务老人甲关怀弱势下了真大功夫。这回因伫南永上工等单位协助，除了有学生来陪伴老人耍游戏，透过手脑变形会当减脑本方式以外。另外，伫活动中心也阁有一群70-80岁时代，用因当年煮食的经验来传承古早味料理。少年人唔捌的，就请阿嬷教，互这群学中产的学生收获满满。迄款跨世代互动相当温馨。这素食的，炒的含这无共，炒的是鸡改做肉丝，安尼料拢共款。所以今仔甲学生合作做成就感无啊？好，做成就感嘛。嘿，做热烈，做欢喜，嘿。不错的经验，毕竟是长辈传下来的东西，一定跟我们现在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毕竟他们是可能是从之前传下来的一个食谱的料理，那对我们现在读餐馆科的学生其实非常有帮助。不仅在比赛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把这些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运用进去我们的料理里面，会让我们的料理更加出色、更有特色。这个青银共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区很需要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很愿意跟学校结合，也很高兴学校愿意来跟里内的我们跟社区一起结合来办这个青银共学、共煮、共游、玩桌游，又接近了春节跟圣诞节，迎春送暖，真的很棒。对着南永上工来讲，每一学期拢会规划品德教育课程，招募学生志工来社区服务。这回来到永华里，和少年人甲长辈做伙学习活动，除了满足时代需求，嘛是自我充实回馈真好的途径。所以我们今天带学生来，就是跟社区互动、长者互动，好让他们可以把那个所学回馈给那个社区的居民。好像我们餐饮管理科的学生，他们就是去帮忙煮菜啊，对啊，其他的像那个有一些志工，他们就去帮忙做那个水沟盖的部分。我们还有乐队，所以南一商工对品德教育是很重视的。永华里持续甲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机关团体合作，引进无同的资源来面对超高龄的社会问题，嘛互各界看见社区长辈需求，共同来享受健康生活。今日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就他高级的学生会面临着就业或者是升学的选择，所以中营路中特别结合在地科技大学以及30几间知名的企业，开创新的合作模式，推出学历经历一条龙的方案。日后不管是升学或者是就业，拢会当留伫的企业。高级的学生常常会面临食头路以及升学的两大难题。当年女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甲在地2间科技大学、甲30间知名企业合作，推出解决方案。我们特别寻找了在地的厂家30多家，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就学期间就能够一边就读一边能够赚钱来解决
同学们的家庭的经济问题。那同时就是在学期间，他们就累积了一些就业的经验，不会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就是领168的时薪就可以拥有技术。那也如果有心就学的话，也可以一边的跟我们寻找的大学端、科大端能够立刻的跟大学端的来接轨。合作的厂商包含美容美发以及餐饮服务等企业，学校也特别邀请业者就来分享相关议题。分享当中讲到，各行各业受到疫情的冲击，造成即马面临抢工的问题。业者就期待这款的合作，同时进行人才登记培育和训练。强女工的学生，他就是可以晋升到科大。那在科大方面呢，我们也跟很多企业合作实习的部分，所以未来是希望可以走就是产学合作的一条龙的服务这样子。其实最大帮助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才的缺口蛮多的，尤其是疫情后全球都在旅馆行业、观光产业，它其实是爆发性的成长。那其实之前在疫情流失的这些人才，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可以找回来。有侪学生为着要做工课，常常发生停学也是互诈骗的案件。这条合作，互学生会当到合作的企业来做工课，毕业了后也会当继续升学，伫企业当中也会当留任也是转职，经历甲学历拢唔中断，为学校甲企业开创新的合作模式。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中华医术科技大学甲奇美等9间大型的病院以及 ABC 牙医联名来签署大健康产学合作备忘录，未来将会密切加强交流，以升级医疗产业甲精准医疗作为重点来培育人才。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宣布建立大健康产业学院、甲永康奇美病院、大林主治病院以及 ABC 家科联名等9大病院签署备忘录。那我想这个大健康这个学院的构想是非常好，因为现在国内大家虽然医疗做得很好，但是事实上整个健康产业还是有待这个学界跟产业界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开发。那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精准医疗，还有精准健康，那加起来就是大健康这里面有很多实业，还有跟我们学术的一些合作、产学合作的机会，那也促进了我们整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因为我们大林慈济医院是一个比较在偏乡的医院，在嘉义的北端，那嘉义县是台湾最老的一个县。那我们很需要说有各种长照的人才，然后我们人才也招募不易所以也需要一些护理其他的医师人力来协助我们，能够把偏乡的老人家能够照顾得更好。中华科技大学里面所设的科技呢，除了跟我们的临床相关之外，也有很多照顾到我们将来比较老年银发民众的心理，包含宠物营养或者是语言治疗那在这一块呢，目前更需要一起来投入的是我们口腔的保健方面。那 ABC 牙医联盟希望能够在这一块的大健康学院呢，能够贡献一己之力。为了因应大健康学医人才的培育，中华医术科技大学集结无同专业领域的老师，为保健、医疗到照护有系统的进行人才培育，再加上医疗院所的合作。会当讲是为课程培育、实务实习到就业拢总包办。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医疗院所的专业的医生、护士或者是医师人员，来培育我们真的符合业界需要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我们学校的研发能量，跟这些医疗院所的一个临床的需要，共同进行临床医学或临床的健康照护的一个研究。未来学校将推动进行产学交流合作。进行大健康产业跨域人才的培育，落实区域健康照护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尽心生计，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
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很多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安顺盐场是台湾第一个制盐工业区，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台港国家工程管理处为了见证这段拍盐的产业甲生态保护，特别将部分的盐场宿舍改造成故事展览馆，将伫12月10号正式启用。一个这里安顺隔盐故事馆，透过涂骹太绿的色彩设计，就是要呈现当时半采盐、半采路的范围甲运输规划。根据了解，安顺盐场就是台湾第一个制盐的工业区，对1919年到今已经有100年历史。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将这段产业历史甲野鸟保护区生态保存的价值，互更较侪人知影，所以向台南市政府借用部分盐场宿舍来活化，规划成故事馆。那到现在，它已经整个在85年整个财费之后，我们希望让这里的居民或者到这里的游客可以知道，它这里其实真的风光一时。那我们到底可以呈现什么东西，然后让人家唤醒这一片曾经
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些工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正好又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盐村，就是为了安置这些员工，国民政府来的时候盖了员工新村，那所以有所谓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栋就是以前的职员宿舍。后面安顺结盐故事馆的教育推广据点，大港处将伫12月10號正式啟用。到時除了靜態展覽甲影片的紹介，也以早期拍鹽的流程，以模仿人力打水車的互動遊戲等等來體驗。实地上还可以看得到的话，其实是在七股岩山，它有一个龙骨车，可以让人家体验。那我们想说，在这里告诉人家到底怎么把海水引到我们的蒸发池跟结晶池呢？其实就靠我们的龙骨车，所以我们就复刻了一个小型的龙骨车，让游客来这边还可以做一些体验。安顺结盐故事馆启用动工，也有户外实景解谜参观，欢迎大小朋友透过导览甲互动游戏，做伙来感受盐中的精彩故事。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有一定热爱爵士音乐的台南人所发起的爵士嘉年华，15號開始將伫5橫頂場。結合音樂、古蹟、美食甲調酒，要讓民眾來感受台南多元的生活甲文化的吸引力。台南台湾文化透過音樂甲美食的交流，就是上直接的體驗。有在地一群熱愛爵士的樂迷，結合小批次冰淇淋、精美社會企業甲英國麥利德洋酒公司等一個民間團體所發起的爵士嘉年華。15號暗時特別伫5橫一個百年的古蹟來登場，讓大家欣賞爵士音樂的同時，嘛一面享受美食調酒。我们台南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元素，那爵士乐这一块比较一般，并不是说台南市政府一定有在办的一个活动了。不过其实台南的爵士乐跟台南我们觉得有跟很多的文化多元的文化，还有在这一种很有创意，然后呢找很多的可能性的这种精神，其实很有关系。所以想说怎么样能够透过活动一起把爵士乐的，因为而且这几年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爵士乐老师都是很有国际，其实在国外都很受欢迎。像礼拜5晚上演出的那位罗延廷老师，他其实常常受邀请到欧洲去表演，所以今年疫情一解封，他马上就去欧洲去表演了这样子。所以希望让我们在台湾的，尤其在台南的朋友也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这些演出。根據台南爵士嘉年華聯合發起人潘偉表示，台南第100辦就邀請國際知名的爵士音樂家羅延廷、蘇勝宇等人演出，以及調酒比賽台灣冠軍與漢偉，做伙甲觀眾佇戶外古蹟感受完全無同款的氣氛。前2天的晚宴呢是可以上网购票，那因为可以在这边的晚上就在这个池塘这边好听台湾国际级的这种爵士乐的老师罗延廷还有那个苏胜玉老师的表演，搭配呢我们台南汉甲餐厅所举备的餐点。那这个调酒呢是台湾得到这个算是DWC 的这一种就是调酒比赛的冠军，也是台南第一次出的冠军，他所准备的4款调酒，所以可以想象在古迹里面听爵士乐，然后呢吃餐酒的喝调酒。就这种搭配。活動對15號、16號2天暗暝到17號、18號2天的期間，2022年台南爵士嘉年華的初體驗，戶外只開32桌，歡迎民眾報名購票入場。報名專線0621422153。台南新聞管制何喬邦採訪報道。台南雖然無客家行政區，嘛無客家的部落，不過卻有13萬外客家鄉親。台南市政府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以後，用2天的時間，將客家人來到台南古大甲拍拼的經歷，製作成7支紀錄片甲3本冊，7號正式發表。為了記錄400年來無同時期的客家人甲台南密切的連結，台南市客委會7號伫客家文化會館辦理專冊發表會，預計有7支影像記錄，有18位客家領航者以及20位百工百業台南客家人的故事這2本冊。7號黃市長親自出席，邀請大家做伙來閱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這一股力量，我們應該要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們，至少要讓市民朋友們，最好讓全台灣的民眾，
朋友们都能够看到。那借着书的传播，借着语言的传播，借着学校教育的传播，以及借着许多这个活动的举办，包括美食之前这一系列的美食系列都让很多民众眼睛为之一亮，说原来这个客家的美食这么好吃，客家美食这么好吃，吃完以后不是拍拍屁股走掉，他说这是客家的食气这个是客家的吃法，或者是客家的烹煮，客家料理的烹煮方法这个原来这个是客家的这个织品或客家的这个图案，这些慢慢一层又一层了解客家话，这就是我们要推动的目的。虽然台南无客家行政区，嘛无明显的客家部落，但是有13万外的客家乡亲，伫黄市长的支持，109年成立了一级单位客家事务委员会，7号来自在地议员、客家文化协会团体代表，以及介意客家文化的市民，拢共同来一探究竟，现场闹热滚滚。台南新闻阮志何超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